谁人来安排？怪你当初不应该。男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当前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济公单独要将小谢天一路来到地球山，在这方面，小谢天的教主定公岳派出了如花似玉的女徒弟，要来游说济公喽。东分峰，东分峰三公对上三尊，各展上乘的功夫。此时天尊要使用手中的七星点路。大胆妖都看七星亮，天尊七星亮挥动，瞬间流星旋转。妖都经验以三级厉害。地尊摇动一三级，我国大进，回刷走酒。银球公也拜天，金尊对上棒球公，摇到看武功家，武功家显出了万多的功能。妖道已经拜阵，严守东分峰航母塔。好厉害的天尊，好惊人的地尊，好可怕的人尊哦！你我三人无法抵住七星亮以三级护弓箭威力，地使无法破这个航母塔，救出百魔。计划失败，现在有心腹当上，赶紧找一个安稳的地点养伤。是，各位前辈，我看不如暂时到小西天栖身。小西天的教主定公岳素来与我有交情啊。好吧，花分良，那就由你带路。前辈随我来。寒暑正吹岁月流，七月堆中木春球。移开中心清性性，血分甜心万古流。哎呦喂呀！哇，前面一个姑娘，也安尼颠颠倒倒为这来咯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先生啊，拜托你啦，先生。姑娘，啥代志？人阮的脚已经碰破，行袂去咯。先生啊，你是毋是当甲我爱啦？哦，先生，拜托啦！阿弥陀佛，现在，病情透早无食，一中昼食无，规身躯安尼软高高，实在是自身难保，无能为力啦。这
出家人应该是自卑为怀啦。自卑为怀啊，对了对了，出家人应该是自卑为怀。哎，姑娘，我来问你，恁厝是住伫倒位？修理处家住碧阳镇。碧阳镇啊？是啦。哇，这个碧阳镇也到这个地后山，大约780里路呢。对啦，请先生帮忙我这个软弱的女子啦吼，先生啊。软弱的女子啊，你讲这句话唔对呢。你家己一个也行780里路来到这个地后山，哇，姑娘，你算起来真勇呢。那嘛是我阿爹啦，是我阿爹吼叫我来的啦。看你一身的打扮，玲如芳丝，哦，面抹粉，佮点胭脂，嘿，恁厝是好野人呢。也好野人的千金出门，应该嘛有随从才对啊。先生啊，因为吼，我的路边最近拢休假啦。好，过年到咯，也放年假。对啦。姑娘啊，也这个所在是地后山，四面拢种茶，也你来这是要创啥货？这嘛啊，先生啊是安尼啦，人阮厝吼开茶行啦，也我阿爹吼叫我来这个所在收茶啦。好，恁厝开茶行也开偌久咯？嘿，那阮厝吼开茶行已经是3代人安尼。3代人拢开茶行，哇，时间不止遐长呢。也若安尼讲起来，你对茶种种一定真内行咯。普通尔啦。那安尼我来问你，这个满茶时间是啥物时阵上介好？满茶时间是满茶哪有啥物时间？啥物时间拢嘛会使满，无限定啥物时间啦。哇！也你世家拢咧卖茶，也煞比我这个出家人较无省呢。满茶早为贵，生日未出时，愈早是愈好。最好是日头还未出来，也天拍蒲光的时阵。为什么？日月高挂，路为阳所补，这月一高华，日好以内。日后受水也不鲜明，过彩茶以早为贵。哎呀，你这个出家人吼，乌白讲啦，卖茶是阮厝世界行业呢，敢讲我会比你这个出家人较捌心？好咯，小钱是费气力。那安尼姑娘，你去挽一盒茶，也来互我这个出家人看卖啊！哼，想要试探我挽的茶叶，好，我就来挽一盒上界油的，互你看。你稍等我哈。是。来咯，先生啊，这盒茶你看是好也是歹呢？我看卖，哇，去了咯！你挽茶也用剪头啊？哈，挽茶无用剪头啊，是要安怎挽？哎哟，挽茶唔是用剪头啊，是用剪甲。你真外行呢？那我唔是专门在挽茶啦。也那安尼，恁厝嘛唔是专门在卖茶。姑娘，你是真水，也但是出家人的我都无兴趣。好厉害呀！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啊啾！哇，也证明又搁有人咧出难题咯。无愿意，你写的我无愿意，包括你在内。今天已经24名要上这个山顶，但是写这字我看了拢无介意。阿明大爷，若讲我的书法，离阮的砖头是无人敢嫌呢，也敢讲字写甲真端正，你也无满意心。字体是真水，也但是字形，我看了无介意啦。哦，字形你无介意？是啊。大爷，你是介意什么字形？免问遐济啦，反正你写字，我无介意就对啦。赶紧翻头，卖
袂使甲我上山，你听捌了毋捌？写字你无满意，也都袂使上山，你真酷刑呢！讲啥话？无啦，怪人，怪人。啊哈！喂，和尚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哇，你真大声，害我踹一条。免罚啦！你是毋是要到山顶？对咯，也要去山顶先来只写字。哈，要上山也着先写字。真呀！哇，英雄啊！也你用这部提倡文学是在用心良苦呢。卖啰嗦了。这5字互你写，写了后，我若是看了有满意，这条路放你通过。也若是写了你无满意，你就翻头甲我落山。翻头落山去，也我这段路都白行咯。好啦，这5字是要安怎写？我先看卖啊。人己心福气，对，这5字互你写。出家人，我写字实在是无偌水，承望你不去，那我就嫌歹咯。事主拢甲你写好势咯，也你看卖啊，看是毋是有满意？是定，你无简单。人大纪晓，愿心宽福气长流，甘拜贵君。新母纪凤云在真心路受了妙手仙姑老嫂嫂的异地，相魂已经转入了。伊再度带了金都天南地北，要走找大都花粉龙。不是阮无情无义，是为环境来所致。不是我来变心，放肆着你，因为我是多情的人。无论海角野边，我的心永远爱着你。不管是3冬也5年，一次的离别是暂时，我心犹原爱着你。最欢花粉龙，你走哪里去？花粉龙一班老大，在往小西天的中途，真不幸遇了季红云无伤。三舅公前后遭受恶报，花粉龙眼明手快，走哪里去？我都不以托都东。抓相了得王永公，又要参透其中意，安在巍巍不动中啊？你呢都
用我个事业，统管小水天。这边的卡波已经踏入小水天咯，来人呐！将军不打俏面，迎接好。接受。阿弥陀佛，现在，请坐。谢座，谢座。这天，此地是小水天。我知。你是佛教，我乃道教。如今你入小水天，卡打道中地，头顶道中天，你不怕吗？天地乃万物共有，老兄你讲安尼都见我咯。儒道说三教同一家，三教同一理，何必将这个道教、佛教分得真清楚呢？既然你讲三教同一理，难道三教相似之处吗？那论三教同款的所在，实在是真多。譬如道有破元守义，佛有万法归一，儒有集中观一。道有三清，佛有三规，儒有三纲。道重五行，佛守五戒，儒遵五常。那我再问你，道所言破元守义，佛所言万法归一，儒所言集中观一，因何有一？这字一有何含义呢？天地有一气，总在无极中。一字是包罗万象，一字安天地判良宜，一字分阴阳成男女，一字立三界统三才，一字成三宝化三教，一字成四圣定四象，一字分四季通四方，一字并五岳成五湖，一字成五国运五气，一字按六爻化六畜，一字成七孔化七境，一字立七宿分七星，一字成八卦通八达，一字成九江分九江。山河草木天地人，哪种不是一字生？万物根源由一起，一字玄机是道不尽。既然那如果现在我要杀你，你会惧怕吗？怕就不来，来就不怕。何况你现在也无想要杀我，心灵令伤人已无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你快下山去吧，以免我改变念头，那你就来不及咯。时间也无早，我也是准备离开。功成名遂身体，天之道也。哈哈！既然梁回地中物。我前辈救命！你敢是撇眼魔镜的多地花分龙？这是晚辈，何事这般的风凉？背后铁面金刀记红魂要杀我，请你救我！救你有什么代价呢？愿意为师一对的红灰珠作为报酬。我剑魂来了！告诉有何切肯，告我民布丁。遵命。小神我剑魂。
摆开魔剑裂魂刃，紧张，心武技风云，一步一步踏入危险的境界路。小谢天五剑魂，摆开着魔剑裂魂刃，心武技风云，踏入危险境界。在这方面。 恐怖！东魔山700碰壁魔亚灵丸，我功夫出现喽！高东混红破航摩托。想讲这个空啊祭典，要上小西天，一定会甲这个电王甲拼命。结局都无拼，迄实在是无站。乱输来，互伊心息一个，对，互伊趣味一个。也行来这个所在，哪有闻到纯纯的酒味哈？这就真奇怪啊呢！你也知影我这个昂中仙专门在滴酒。哎呦，不但是有酒味，还佫有纯纯的草骹烧味呢。嘿，敢讲有人咧生酱菜？哎呀，你也知影我这个暗光佛也专门咧烘生酱菜，迄片空实在真来。乖，昂中仙暗光佛会用什么怪招？喵，这功又有什么妙法？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这功。